師貝，我係二 D 吳子瑜，我係二 B 鍾思雅，我係二 C 邱朗如，我係三 A 陳俊日，我係二 A 馬希柔，我係三 B 羅允霞，我係四 A 陳偉樂，我係四班方子喬。呢度就係中秀華科技農莊，裏面啲魚菜共生系統都係同學親自打理嘅。小息同埋午休時段，同學都好中意嚟呢度睇魚仔㗎。同學仔，點解你咁中意喺呢度睇魚仔嘅？睇住啲魚仔游嚟游去，我覺得心情都輕鬆啲啊！農莊後面有一片人造草地，同學都好中意喺呢度睇書㗎。點解你咁中意喺呢度睇書嘅？呢度環境優美，有陣陣風，坐喺呢度睇書真係有度假嘅感覺啊！點解你笑得咁開心嘅？因為我啱啱玩完聰明城堡啊！有乜嘢咁好玩啊？因為平時喺雨天操場唔可以跳嚟跳去，但係聰明城堡度點樣跳都得，真係好輕鬆㗎！呢度係創新科技室 STEAM Room。朝早閱讀嘅時候，裏邊放咗好多個 Kibi 俾同學自由玩。我哋而家一齊去睇下啦。點解你會嚟玩 Kibi 嘅？因為 Kibi 好可愛同埋好好玩噶。你幾時嚟呢度玩噶？我早上時段會同同學嚟一齊嚟玩噶。我哋一齊睇下同學喺圖書館閱讀嘅情形先，跟我嚟啦。你中唔中意喺圖書館睇書啊？中意啊！圖書館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書，仲好舒服。喺圖書館睇書有一種好放鬆嘅感覺。呢度係海洋保育中心，呢度嘅水母、金魚、珊瑚同海星都好多 fans 㗎，好多同學都會嚟呢度睇海洋生物㗎。你最中意睇邊種嘅海洋生物啊？我最中意睇水母，我每次見到佢哋喺水面飄下飄下，我自己都覺得好寫意啊！雨天操場嘅鋼琴係隨時開放㗎，無論任何時間都好啦，你都可以過嚟彈鋼琴㗎。就算唔識彈琴都可以試下彈琴嘅滋味㗎。點解你中意喺呢度彈琴嘅？彈琴可以令我放鬆心情，但係我屋企冇鋼琴，所以我好珍惜喺學校彈琴嘅機會。
呢度係學校嘅籃球場，每當小息同午休時段，呢度就會變成活力區，同學可以喺呢度宣示下筋骨。你哋中唔中意喺活力區玩啊？中意，點解呀？因為喺活力區可以跑跑跳跳，而喺課室嘅時候唔可以跑跑跳跳，真係好開心㗎。因為可以上到嚟同同學仔一齊玩唔同嘅運動，而且我特別中意玩運動，因為呢度有各式各樣嘅運動俾我玩，所以我就好中意喺活力區度玩。每逢午休時段，呢個講台就會變成惺惺相惜、齊齊玩嘅表演場地。同學可以主動表演報名，大顯身手。你滿唔滿意你自己嘅演出啊？ OK 啦，頭先表演完之後，聽到各位同學嘅掌聲，都覺得好開心，自信心都增強咗添。頭先嘅表演好精彩啊！希望我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嘅演出啦。學校每個月都舉行生日會，為同學慶祝生日。生日嘅同學仲可以得到學校送出嘅小禮物添。你中唔中意喺學校開生日會啊？梗係中意啦！有老師、家長、同學一齊同我哋慶祝，我覺得充滿愛啊！每個月得到最多叻叻卡嘅班別就可以參加叻叻飯局。吃完飯之後，同學可以進行不同嘅活動，例如打機、吊公仔、吃棉花糖等。我哋一齊嚟睇下先。
你開唔開心啊？梗係開心啦，有媽咪陪我食飯，食完飯仲可以玩遊戲，就好似嘉年華會一樣，又有得食棉花糖，又有得玩，真係好開心啊！呢個係學校新添試嘅高爾夫球練習機，同學可以足不出戶就體驗到打 golf 嘅樂趣。問你中唔中意玩呢部 golf 機啊？我好中意啊，因為平時冇咩機會接觸到真嘅 golf， 而家有機會可以喺學校體驗到，真係好開心，好難得啊！本校連續4年榮獲賽馬會眾心行善年度10大愛心學校獎項，真係好開心啊！開心